你好，今日我會同大家解答一下關於澳洲技術移民一啲難題，因為好多嚟我哋辦澳洲技術移民嘅朋友咧，都會問我哋一啲相關嘅問題。第一，澳洲嘅申請技術移民係基於乜嘢評分呢？目前澳洲嘅技術移民咧合格分係60分，佢係基於申請者嘅年齡啦、學歷啦、或者工作嘅年資啦，包括咗喺海外或者係喺澳洲啦，同埋喺澳洲有冇佢嘅親屬。將呢啲以上嘅分數咧嘅總分，如果係喺60分或以上嘅時候咧，就係可以申請。一般嚟講咧，佢哋職業咧係在乎於係一啲我哋叫做係專業，例如工程師、會計師或者係做電腦嘅一啲專才嘅朋友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叫一啲技工嘅一啲工作，例如係一啲電工啦，或者係廚師嗰方面嘅一啲工作。根據佢哋職業咧，佢哋係有呢一個合格分60分以上嘅時候咧，就可以接受申請。申請嘅過程咧，都係有幾個階段嘅。第一，佢哋需要通過英文嘅考試啦。一般嚟講，我哋雅思嘅英文嘅分數咧係以6分喺聽講讀寫6分咧係作為一個合格分。滿足咗英文嘅要求之後咧，我哋跟住會做一個咧，我哋叫技術同埋學歷嘅評估。按照你不同嘅職業咧，我哋會提交一啲嘅評審嘅過程。呢個過程咧係需時大約係3個月嘅。當係學歷同埋喺呢個資歷方面咧係認證咗之後咧，遞交埋嗰個英文嘅分數咧，我哋就可以作一個初步嘅評審，我哋稱之為一個叫做 expression of interest。呢個 expression of interest 嘅階段咧，需時大約係1個月。當喺呢一個申請者當中咧係被挑選而邀請申請下一步嘅階段嘅時候咧，個時間係只需要大約1個月到嘅啫。咁如果係移民局咧係邀請個申請者去遞交進一步嘅文件嘅時候咧，我哋稱之為一個佢係visa 嘅 application。呢個 visa application 咧就需要申請者咧遞交所有嘅一啲嗰個申請嘅一啲嘅證明啦，去提交俾佢咧作為一個評審。喺呢個評審嘅過程當中咧，我諗我哋需要咧考慮就係話，究竟呢個申請者咧係申請邊個類別嘅簽證？喺呢個類別嘅簽證入邊咧，我哋有好幾樣啦，包括咗我哋所稱之為嘅189，係一個叫做 skill independent 嘅 visa。呢個 skill independent visa 咧係冇任何嘅地域嘅限制。假設申請者佢嘅工種咧係受制於一個我哋叫 state sponsor 嘅 application， 我哋稱之為一個190嘅類別簽證。佢頭嗰2年咧係需要喺當地某一個嘅省份咧去頭嗰2年咧係居住或者工作，或者如果因為分數嘅問題咧，佢可能會申請一個我哋叫做489嘅一個嘅臨時嘅居住嘅簽證。如果係成功申請189或者90嘅永居嘅話咧，申請者係享有所有澳洲嘅移民嘅福利，包括咗係免費教育啦，同埋醫療嘅福利。好啦，咁如果假設成功申請咗嗰個簽證之後咧，申請者可能會俾一個時間咧，佢進入去澳洲作為一個我哋叫 first entry。咁佢喺呢一個簽證入邊咧，佢哋有個5年嘅有效嘅multiple entry 嘅 visa， 即係話咧佢哋可以咧係多次往返呢個澳洲嘅。咁其實咧可以俾到申請者咧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彈性，佢可以決定幾時喺澳洲定居。只要喺呢個5年內咧係累積住滿咗4年之後咧，佢哋就可以咧係成為澳洲嘅公民。喺呢個過程當中咧，申請嘅時候咧，只需要由開始入紙申請到呢一個攞到嘅 visa 咧，係短咧可以喺半年至1年內咧係完成，係相當方便嘅。即係頭先我講，我哋係本身我本人咧係一個澳洲嘅政府註冊移民顧問，對呢一個技術移民方面咧係非常之熟悉。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申請呢一個技術移民嘅話咧，可以打3568
35681436。假設申請者如果未符合嗰個技術移民嘅申請嘅時候咧，又不妨考慮咧申請一個工作簽證。假設申請者喺澳洲揾到佢一個合適嘅僱主，而又提供呢一個僱主嘅擔保嘅話咧，你可以申請一個我哋叫457嘅簽證。457嘅簽證咧，佢個審批嘅時間比較短嘅，通常嚟講咧可以喺3個月內咧已經完成。咁咧就喺澳洲做滿咗2年之後咧，亦可以咧係申請呢個永居嘅。咁不妨大家可以考慮以上我哋講嘅幾個嘅簽證嘅可行性。都係提翻大家，如果對澳洲嘅移民簽證有任何嘅問題咧，請打翻電話俾我哋胡康邦移民顧問公司，35681436，35681436。